当然，看咱国内这去年有一台有辅助赛车系统的电动车，伫高速公路弄到工程车。运安会最近是完成调查报告，嘛讲明讲目前伫咱的国内是无任何一个牌子的车辅助赛车系统是完全会当相信的，而且车厂卖车嘛无甲车主详细说明伊的使用限制，建议交通部来赶紧来讨论检讨。 去年11月底，一台电动车开伫国道，却是弄到国道弄极防护工程车。当时司机敢若开驾驶辅助系统，也是发生烧弄事件，造成车头拢歹去。运安会经过1年调查，最近公布结果。电动车车商都没有很清楚的告诉车主说，这个车是属于2.5G， 还没有到自动驾驶的阶段。很多车主他开车的时候都以为是可以放掉方向盘。 运安会调查发现，发生事故可能原因包含无论是毋是有启动，也是配备先进驾驶辅助系统，会发生烧弄，主要甲开车的人分心无注意的人为因素是有关系。这些自驾系统还不能很确实的可以用在无人使用的状况，应该是比较依赖后视功能，但是前面路况的话，还是比较第一个先相信自己眼前的东西。 运安会也发现，各厂牌伫交车是卖车时，大部分拢无详细来说明驾驶辅助系统的限制甲注意的事项。另外，当工程车开慢慢，也是讲停伫内边车道有可能互系统出现，未去看到注意的所在。如果我们的系统是驾驶辅助系统，我们就不应该在中文的名称上面称它是自动驾驶系统，它也要确实的去做到这个教育乘客、教育驾驶的这个动作。参考运安会再把报告的建议好，然后来持续的增修相关的法规，让国内车辆在驾驶辅助系统的使用上面有可以参考依循的检测基准。 对这个驾驶辅助系统，交通部讲会继续甲相关的车辆业者讨论国内嘛爱对着国际，订定国内相关的规范时程甲内容。记者综合报道。